大家好啊！正所謂寶物沉歸底，Season 2最後一集嘅啡常空間，終於介紹高松米芝蓮3星名勝嘅栗林公園啦。呢個公園大有來頭，喺園林文化遺產中，日本指定特別名勝之一及世界公認嘅米芝蓮3星級名勝。佢以深綠色嘅紫雲山為背景，巧妙咁分佈住6個水池同埋13座假山，作為江戶時代初期以有住近400年歷史著稱嘅環遊式大名園林，有住優越嘅地域劃分，亦都有少少景石，同時又富有木石嘅雅趣，景象可以話係一步一個變化，非常美麗。栗林公園經歷咗漫長嘅歲月，俾啲人所喜愛，一直流傳到而家，如今已經成為不可替代嘅文化遺產。栗林公園內嘅花園咖啡店係位在於1899年建造嘅香川縣博物館內。喺呢間純和風嘅唯美建築裏面，可品嚐到使用當地產食材嘅創作意大利料理。所有食材相當講究，醬料同埋甜點都堅持手作，確實真係被建築園林美食匠人精心製作下度過悠哉悠哉嘅一日。以上咁多集嘅節目都係純屬個人見解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大家可以去我哋呢3個網上平台睇下我哋更多作品。大家中意呢條短片嘅話，可以俾翻個 like 同埋 follow 鼓勵下我哋啦。